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是自家的大能，终将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光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总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走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成就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
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我心爱家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我膝盖加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二堂礼拜将在1分钟后开始，请将手机关机或关静音。他们做不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拍手。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应手虽然有孤寂，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以你的爱拥抱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你都赐给我们满满的力量，满满的恩典。我们也要有信心的宣告，在你的面前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救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
身做你门徒。求主再见我去瞻仰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见我去瞻仰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使我信心宣告，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啊，你是生命、恩典和真理，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光。感谢你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进入你的爱里，进入你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
耀，全力赞美归我王。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却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啊，感谢你降下你的爱，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祸害。主啊，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你，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遭遇何事，我们都知道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会一直与你更靠近，努力的更爱你，活出像你的样式。孩子这样祷告，都是靠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同工。请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安息日的早晨，我们同心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圣殿来，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用我们的口舌开声来祈祷，吟诗赞美你的圣名。恳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接纳我们的敬拜，又赏赐我们智慧的心，明白你奥妙的真理，活出天父的爱，基督的馨香，荣耀你的名。主啊，过去的3年多以来，全人类受病毒的侵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全世界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无论生活、工作、教育、经济、交通
都停顿了，人类实在苦不堪言。如今感谢主的怜悯，让疫情到了尾声，人类可以恢复早前的生活，不再受各样的精制。主啊，求你赐下昔日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拥有仁爱、和平、喜乐的日子，让万国万民都颂扬你。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父神感谢你在186年将福音的种子通过马雅各牧医师带到台湾，接着在台湾生根发芽茁壮，让拯救的福音传遍台湾，也得到上帝美好的旨意及先人的努力，建造了台南神学院，造就无数的传道者，成为好牧者的园地。恳求圣灵继续感动台湾各地方的弟兄姊妹，成为台南神学院的代祷勇士，成为关心和奉献的勇士，让台南神学院前面的道路无所欠缺，继续培养福音的勇士，让上帝的国度在台湾扩大再扩大，拯救了灵魂日日加添，福音遍传到地极。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恭敬奉献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无论说的、听的，都得到赐福。这时候，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祷告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请我们来看周报的内页。下周的侍奉人员有列在这里，请服侍的人员注意。那上周的聚会的人数以及奉献的金额都刊列在这里，请大家关心。我们来看教会的消息。第一，本日是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感谢曾嘉丽传道所带来的信息，愿上帝借由我们的关心奉献，培育更多传道人，让福音能够继续被正确的宣扬。第二，4月2号将举行清明的联合追思礼拜。联合追思是采取登记制，登记的时候请注明礼拜的场次。要参加联合追思的各遗族，最迟于3月26号，就是下个礼拜之前，在礼拜最后一天到柜台登记，并缴交故人的照片给干事。一位故人可以有2张照片。再重复一下，一位故人可以有2张照片。若在台语礼拜及华语礼拜都有共同的故人需要追思，2个场次的追思照片可以有所不同。请记得，一定要到柜台登记，干事才能够安排内容第三，4月7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举行耶稣受难，就是台北中会中区众教会的联合圣餐礼拜。这个礼拜，这个圣餐的礼拜是由志梅牧师，因为他是中区的区长，由志梅牧师主理，然后义杰牧师要正道，本堂的圣歌队会参与献诗，邀请会友一同前往参加，地点是大同教会，在台北市的大同区甘州街40号，请留意这个聚会，4月1号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团契消息，第一，本日上午就是已经应该聚会完了就是琴社团契的聚会，查经生活分享。若是
期待参加的，可以再跟会长佑书执事来洽谈哈，很好的一个聚会。那没有跟我们的敬拜时间没有冲突，所以刚好那个聚会完了之后，可以下来参加2堂的敬拜。肢体消息：3月22号星期三的上午11点半要举行故张超明弟兄的告别礼拜。火化后葬于阳明山第1公墓亲善园。由于二滨礼厅的空间有限，仅限牧师及亲友、至亲的亲友家属参加。遗嘱恳谢众弟兄姊妹的关心代祷。好。奉献，我们的奉献登记在这里，若有什么出入，再向会计来更正。接着我们来看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到13节，请听我来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1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耶和华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讲到曾嘉丽所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你用油膏我的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台南神学院来到建成教会，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那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召去我们能够一起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敬拜、聆听的过你的话语的当中，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将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这个崇拜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我们。我们这样同心在你的面前祈祷，
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想到这个经文，我就会想到一个字，叫做以貌取人。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词，这样以貌取人，好像是我们很人之常情啦，就是我们常常都会用一个的外表来去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我们都会喜欢外表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的人的东西，然后做得很精致啊，包装得很完美的这些商品，我们也会很喜欢它。当然，我们在拿到这个东西，看到它漂亮的外表的时候，我们应该也会期待或是预期说，它的内在跟它的外表是一致的，就是一个内外兼具的。只是通常我们也会面对一个情况是，好像并不是一定这样子，外表好看、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里面不一定好用，或是不一定是真的是好的。就拿就是我们的化妆啊、保养品为例好了，我们都知道，其实百货公司的专柜，它要比外面那种就是康是美啊、屈臣氏那些开价的那个化妆品，这些或是保养品要贵上很多。那除了说因为这个专柜的这个保养品啊有非常漂亮精美的外包装之外，还有一些因为艺人、明星他们要广告代言，这个成本呢，他也会把它加在这个保养品上面这样子。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品质是不是真的有像这个广告所说的一样？其实就见仁见智。有些人真的好用，可是有时候好像不是真的这样子。有时候啊，就是专柜的东西，同样类型的东西，你会发现价格不到它一半的这种开价的这些产品，搞不好其实还更好用。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资生堂这个牌子 ，Shiseido 这样，就日本的一个牌子，这样可能应该姐妹或是弟兄应该都会有听过这样。那他们的这个行销的这个策略还蛮有趣的吼，就他们其实同时是有专柜百货公司的专柜通路，然后也有一般的这种就是开价的这个产品的通路这样。然后据说呢，就是他们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2个不同的产品线嘛。有些东西呢，就是例如说，专柜的防晒乳啊，开价的防晒乳啊，或是一些什么精华液这样，他们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其实是差不多的，没有差很多这样。可是专柜的这个价格呢，却是开价的就是2到3倍不止。那如果说照我们一般的人的想法，像我这种就是不是花很多钱在化妆品上面，我想说，东西差不多的话，那其实我当然就买便宜的东西就好啦，我何必花更多钱呢？可是其实很多人却会有因为这个专柜的这种服务啊，或者是这种包装啊、代言人等等，他宁愿去百货公司去买价格比较高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上帝他就现身来跟先知撒母耳来说话。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先回到是15章来看吼，原来在15章的时候呢，撒母耳跟扫罗王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在这个时候呢，扫罗呢，他虽然带着以色列人打倒了他们的敌人亚玛力人，可是呢，他却没有遵照上帝的命令，他把亚玛力人他们一些有经济价值的这个牛跟羊留下来。他没有耶和华是吩咐说，你要把亚玛力人所有一切都毁灭，可是扫罗却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触怒了上帝。上帝甚至直接说他后悔立扫罗为王。那这件事情的最后导致了撒母耳跟扫罗的决裂。从此之后，他就是立下誓言说，他跟扫罗再也不见面。所以这个也是真的哦，就是从这个15章之后开始，撒母耳就没有再见过扫罗的面了。这样，但是虽然就是撒母耳他遵照上帝的指示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割袍断义这种行径这样，可是其实撒母耳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悲伤的，他就像是一个父亲失去儿子一样的在为扫罗来悲伤。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其实扫罗也是撒母耳他他一手拉拔大的，所以就有点像是一个老师跟他的学生，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一样。他对于扫罗在上帝面前不蒙喜悦这件事情，他虽然愤怒，但他同时也为扫罗感到悲伤。不过，上帝他并不希望撒母耳一直活在这个扫罗时代已经过去的这个痛苦跟悲伤当中。他很快的呢，他就吩咐了撒母耳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他要叫撒母耳来高立一个新的王，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有一点出乎撒母耳的意料的。他可能会想说，这是扫罗王，其实也就是他才刚就是发生这件事情这样，结果上帝这么快就有新的动作了，所以他是有一点怀疑，跟有一点抗拒，觉得不是这么想做这件事情。他说啊，万一我去的话，扫罗一定会杀我啊这样。可是上帝的指示是非常的明确跟非常的笃定的，他就说你就是到这个伯利恒一位叫做耶西的人的家中，而且他的一个儿子会成为新的王。所以这个老先知撒母耳，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一个一辈子都服侍上帝的一位先知这样。所以他还是乖乖的呢，遵照上帝的命令来到了耶西的家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撒母耳他同时会面对2个不同的阻力，一个是外在的阻力，这样就是伯利恒的这些长老们呢，对于撒母耳的到来，他其实是感觉到很害怕的。他不是说撒母耳来的很欢迎这样，就是因为撒母耳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在以色列当中非常有地位的一位先知，这样他突然间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气、特殊的什么活动，我们邀请他们来没有，他就自己就突然跑来的这样。就是如果在我们当中啊，突然间你听说明天什么总会议长要来、总统要来，你可能会吓到，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怎么了吗？这样。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些伯利恒的长老们，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的。他们担心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为了平安而来的吗？这样子询问这样。那接下来是撒母耳他自己呢，内心有一个问题或是一个阻力，这样就是他没有办法逃脱用外表来评断人的一个限制。就像我们其实很难不以貌取人一样，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也许有一个很漂亮、很光鲜亮丽的外表，我们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专业或是比较有地位的人。又是说，我们如果知道谁谁谁啊，他是台大毕业的啊，他到美国哪一个学校啊，哈佛啊，什么这个耶鲁啊，念过博士、硕士回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他讲的应该是对的吧？他念过这么多书，他这么厉害，这样。不过，不管是这个外在或是内在的这种阻力，其实都没有办法阻止上帝的旨意成就。而且上帝也很明确的说，他评断人并不是，他看人不是像其他世人一样。人都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他是看内心的。他拣选人、拣选王，也不是凭他的外表的高大、好看或是俊美来决定的。其实会喜欢外表好看的人、漂亮的东西，其实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嘛。就像我们如果有在追剧啊、看韩剧啊，你就会很喜欢看到那个欧巴那个很帅或是哪一个这个逆这个这姐姐这很正这样子，我们会喜欢看这些东西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真的都只靠外表来判断是非，或者说，因为这个人或团体他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很美好，我们就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服他的话，或是不仔细思考、检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是不是有符合真理，那其实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前一阵子 Netflix 它上映了一部纪录片，就震惊了韩国、台湾、日本还有其他的东亚地区这样。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是有听过，它叫《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它所爱讲的呢，就是韩国最大的邪教之一社里教，还有这个创设社里教的教主郑明熙的这个故事。那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社里教，或是有没有看过这个纪录片这样子？它虽然它是一个来自韩国的一个宗教，发基于韩国这样，而其实在台湾，在我们台湾也有它的这个分会这样。那它的名字，它没有直接说它自己是社里教，它有一个这个官方的名字叫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其实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应该不会觉得它有什么问题，或是它就是感觉很正常啊，就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在路上会看到的一个教会的这个样子的名称，这样，他也自己说自己是基督教而且他们聚会的人数其实有超过4000人，比我们教会还要大了，搞不好有我们10个教会这么大这样子。名字听起来也蛮正常的，他们的活动啊，其实就像我们一般会有小组的活动，会有团契的聚会，而且他们也都鼓励信徒过着美好健康的积极健康的生活。事实上，就有信徒出来表示，在网络上表示说，其实教会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里面有这些就是事业很成功的这个所谓的哥哥姐姐，就是他们的比较前面的这些会友
他们呢其实就是事业很成功啊，他们也很乐意的，就是来分享他们的资源，来带后面的这个后辈，这样就有点像说，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还可以有建立人脉，我可以认识一些事业有成的这些哥哥姐姐，这样子感觉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这样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个纪录片，然后发现就是他们所尊敬、所崇拜的这个教主，竟然是这么可恶的人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就是非常非常的冲击。这样，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事实上在教会里面看起来的一切都是很正常的。那其实如果我们不要去看这些，就是这个教会这些非常光鲜亮丽或是积极正面的外表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教导是很奇怪的。就例如说，他们会一直阻止新来的会友去上网去查资料。我们上网就是我如果到新的一个地方，我应该会就是想要上网知道，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这样。他们会阻止做这件事情，说上面的这些批评啊，其实都是撒旦的攻击，都是这个有人因为看不惯他们的这个教主，所以所出来的攻击这样。因为韩国的非常的这个教会竞争的非常激烈啊，这样，所以教主他们是因为被攻击，他们受这个委屈，才会有这些消息出来这样子。还有就是这个教主呢，就是郑明熙呢，他在这个讲道或他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跟性方面有关的一些教导。例如说，他会把就是觉得教会的姐妹要当上帝的新娘，那他自己呢就是那个耶稣在领的弥赛亚，所以呢姐妹呢就是要把自己献给教主。哇，听起来好像很有他的逻辑，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在这个环境氛围，我们一听就觉得不对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这种就是把所有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这种想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一个人啊，或是想要让你跟外界隔绝，不让你去跟外界其他人接触讨论的这种做法，其实我们通常都会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自己啊，你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团体，或是你身边的人有这样子的倾向的话，其实通常都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回到大卫的故事，耶西的儿子们呢？这些儿子们开始一个的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可是却没有就是任何一个人就入上帝的眼这样。然后撒母耳就觉得很奇怪，不可能啊，就是上帝把我叫来啊，不会就是都没有一个人，然后都没有出现，我就要回去了这样。然后这时候呢，才发现原来耶西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他没有在这个当中，他在外面放羊。那当然就是我们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大卫。不过为什么就是这么重要的场合，撒母耳来了啊？大卫一开始他没有在现场呢？大卫他是被他的家族、被他的兄弟姐妹排挤吗？其实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因为耶西他们家在当时不算是非常非常有钱，虽然说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自己的牲畜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又没有钱到可以请得起所有的雇工这样，所以那就干脆就留下自己最小的儿子来去帮忙看羊这样。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大家族里面，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家庭背景吼，那可能有一些，如果你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兄弟，什么表兄表弟、叔叔伯伯、阿姨的这种大家族里面啊，常常呢就是年长者或是比较大的这种长辈呢，会被当作是领导者，会被当作是头。那年幼的、比较小的，在重要的场合里面，常常会被忽视，没有办法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呢，都只能等到事情已经决定了、结束了之后呢，长辈已经决定了之后呢，我们才会被交代事情说，那我就这样在干嘛这样子。所以台语有一句俗谚叫做"囡仔人有耳无嘴"，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说意思是小孩子呢，就是他就是有耳朵听，然后无嘴不要讲，就是你听就好了，你不要出意见，你不要出主意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卫在那样子重要的场合里面，就是他居然会不在。不过没有想到呢，当大卫他出现的时候，上帝马上就有了明确的表示，明确指示说，就是他，膏立他，就是他，他是上帝所拣选的。这其实也印证了耶和华上帝一开始说的，他看人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心。就像马太福音，也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在后的要在前。这是一个和我们现代的功利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会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些表现得比较好、赚比较多钱，或者是他更有社会地位的人身上。我们期待说，他这样子的人应该才是领头的人。
我们常常忽略那一些默默做了一些很多事情不起眼的工作的这些人，像是也许是在外面造桥铺路，或是在农田里种田的，或是打扫清洁的这一些底层的这些人。我们常常忘了，这种看起来很无聊、很普通的日常的工作，才是真正支撑起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重要的部分。不过，上帝并没有忽视大卫，他看见了大卫，而且亲自拣选这位年纪非常小、年纪很轻，看起来他也不像当过什么领导者，在重要的场合中还会因为被忽略而缺席的这个年轻的大卫。大卫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他直接站到了以色列中心的舞台上，成为扫罗下一个国王。大卫王的新时代即将展开了，他所影响的不只是整个以色列他们的后续的国家历史，也成为犹太教到基督教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根源。只不过在这个当下，亲眼见证这个膏抹的仪式，只有耶西全家还有撒母耳本人。他们在当时也可能还不明白这个用油膏抹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乍看之下，大卫好像是一个空降部队，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经验就被拣选成为国王这样。可是对于大卫能够被拣选，而且他后来成功的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我们不能够忽视他那个不起眼的这个牧羊的经验。大卫他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一个人顾着羊群，但是当时有野兽伏击羊群的时候，他也必须得要英勇的来退敌。他爱护羊群，这些动作、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牧者，成为一个好的国王的关键，都是为了他将来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来做的准备。当他一个人就是在野外放着羊、喂着羊，然后无聊的磨石头啊，或是在追赶这些狮子和熊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个击倒歌利亚的这个民族英雄，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他依然尽心尽力的完成他看羊的工作。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或是观察到就是类似的情况这样。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或是会欣赏那些在台上的服事，像是站讲台啊、讲道啊、司会啊，或者说就是也可以在敬拜团当中领唱、弹琴、弹吉他、弹贝斯等等等等。不过，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要能够成为这些台面上的人物，背后跟私底下必须要经过多少的努力，可能每天要有多少的时间都重复在练习一些看起来很无聊、很不重要的一些练习，才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能力。那我自己就是从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开始学这个古典的钢琴这样子。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应该有一些是学过音乐，包括我们刚敬拜团的，有做非常好的服侍这样子，就是都很有我们有一些学过音乐很有恩赐的这些服侍者。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跟我们说你如果要学钢琴，你要趁小孩子还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送他去学琴还好，因为如果你小孩长大之后呢，你的手指就会变硬，就会僵硬了，就不好学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这样，但是我这时候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这样。但因为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嘛，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自己去亲身去验证说到底是几岁开始学之前你的手指是多硬或是多软这样。那后来我开始读神学院，然后当神学生的时候呢，就要到教会去实习，到教会去服侍，那常常也需要司琴这样子。那后来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开始到一间比较偏远的教会来去实习。那因为当地的就是青年都有点青年流失这样子，所以呢他们都要申请神学生来担任就是每个礼拜的这个司琴的这个工作这样子。那我去了之后呢，有一些教会的青少年，就大概是国高中生小朋友，这个国高中生的年纪这样，他们就对弹钢琴很有兴趣，然后就跑来问我说：“佳丽姐，你会弹琴好厉害哦，可以教我怎么弹琴吗？”这样，那我就说：“好啊，就是我就秉持了一个服侍这个弟兄姐妹、服侍小朋友的心情，这样我就答应了这样。那
因为他们之前都没有学过琴嘛，也不会看谱这样，那要教他们一定都是从就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开始教，可能包括从你怎么看五线谱啊，或是你怎么样看谱，从这些东西开始练、开始教、开始练习这样。没有想到，可能是发现就是这些哆哆瑞瑞咪咪啊什么之类，这种练习太无聊了。没有多久，就是这几位小朋友、这青少年们，他们就放弃了，就继续回去玩自己的手机了这样子。那也是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有一种体悟，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学琴要趁小时候，不是因为手指比较灵活还是僵硬的问题，而是因为当我们还小，我们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全部东西都是从头开始学的。我们从学 ㄅ 么，学1、2、3，学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愿意花时间在这一些就是很基础、很无聊，必须要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的这些事情上面。可是当我们越来越长大，我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我们就懒了，可能是懒惰吧，就是我们越不习惯花时间在一些很基础、很无聊的东西上面，像是特别说像是学音乐这种东西，其实是需要非常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而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他不一定马上就可以得到成果，你可能必须要练好几年，你才有可能真正到台上去弹一个完整的一首曲子这样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有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我们要能够成为台上的人这件事情，它背后要经过多少时间的这些训练，其实都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那我会说，这其实或许也是大卫的时代他所代表的，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相信每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职分上面尽心尽力。尽管从世俗的眼光看起来，我们在从事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被重视，甚至是次要的人物，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将会怎样来使用我们。我们平日的这些累积、这些锻炼，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在面对重要时刻的养分。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如果有看到这个棒球的经典赛，这些球员们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投出一球，或是关键时刻把挥棒出去成为全垒打，其实平常的这种练习、体能的锻炼，不断的投的这样子一个非常重复无聊的这些工作，都是在他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得分重要的这个基础。同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读经，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知道上帝要对我们弟兄的我们面前的这个人要说什么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安慰、鼓励、劝勉来造就他们。大卫的故事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小人物们他们不起眼的努力跟付出。上帝他是洞察人心的上帝，他终究会按照我们内心来拣选他所要的器皿。如果按照旧约圣经的传统，其实只有国王跟先知才有权利受到膏抹。可是到了今天，我们被拣选却不再是只有这样子身份的人才是被拣选的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许你受过洗礼，或许还没有，但是呢，我们终究能够成为我们终究可以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当我们每一次不断的在我们这些无聊繁琐的小事情上面尽心尽力的时候，上帝必定是看在眼里的。今天是我们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神学院其实是训练栽培我们传道人的地方。那这些传道人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像牧师或是传道人，可以站在讲台之前和大家分享信息，其实所需要的也是每一天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操练。无论是在灵命上面，不论是在讲道上面，各方面的操练，其实都是需要非常多的心力关注的。那也是透过这次男神奉献主日的这个机会呢，来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为了这个台南神学院的神学教育的事工来祈祷、来奉献。那接下来有一小段的影片，邀请大家一起来看。
大家平安。在学校这几年的时间，看见学校为了学生来进步，也改善了学校的设备，看到学校一直在发展，深深的感谢上帝。感谢主，让我在台南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有许多人可以来关心我、支持我，也为我祷告，让我在台南神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与奉献，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在这里关心神学院，使学校在各方面都可以正常的运作，也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愿上帝纪念你们一切所做的功。大家平安，我是音乐组的学生，在台南神学院的学习，让我们学到教会音乐的相关知识。课程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指挥跟司琴的能力。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学着怎么将音乐以及礼拜互相的连结在一起。大家好，我是彰化永福教会的蔡文慧，很高兴参加男神的 MAN 班。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参加音乐的服事，很高兴在男神的 MAN 班也学到很多的圣诗，然后也有机会去到男神的校本部参加合唱指挥的课程，让我自己在音乐服事上面有更多的力量。那我很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参加 MAN 班，一起造就教会。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敏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在台南神学院受装备的第2年，在这2年中学习到了很多事情，不论是在圣经的研究、神学的课程以及牧会的实习，都让我有得到许多经验和知识，可以成为以后牧会的帮助。在2年级也有机会成为学生会的同工，在这个学生会里面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来让全校的师生一起团契。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男神的支持以及关心，感谢你们为了神学教育的付出，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在硬体上或是软体上，都能够有好的学习资源。再一次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了神学院来关心、代祷和奉献。若是你和我一样也有感动，欢迎来报名神学院的考试，一同回应上帝的呼召哦。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请安，也谢谢大家对过去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台南神学院设立已经150多年的一个历史，可以说是台湾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胎盘，这是发源地。现在的社会混乱，人的生命需要改变，神学教育，台南神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装备大家，大家可以来受造就。现在台南神学院的软体、硬体、师资都已经上了轨道，非常欢迎大家来受造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传扬福音，改变社会，改变人的生命，来成就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责任。谢谢大家。爱命令你着鸡掠着花，喜爱你着彼此相向。约翰福音15章16节。太阳星海你，改变来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主，我们感谢你，主你透过你的仆人的话语，
你也透过台南神学院的这样子的装就和装备和造就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服事，我们这样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祈祷，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高扬。不需代价却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高扬，不惜代价却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来唱会后诗。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做微调，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哦哦哦哦哦哦
大声说，带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走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来补充介绍哈，今天的增加力传道的先生赵颂阳弟兄，我们欢迎他来。还有吗？还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吗？没有哈。好。谢谢大家。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易，请安。